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爆发着婚外情，对手是中国籍的女子。赵天麟昨深夜宣布退选，不过伊强调讲，会做伙来完成总统大选甲国会过半的大局，而且会尽力国防立委的责任，参加预算的审查。外界嘛真好奇，伊甲中国籍的女子有这种亲密的关系，是毋是会来泄露着国防机密的？国防部长邱国正讲，伊未做评论。透过面册正式宣布退选，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表出头一风波，搁一摆回失咧。真侪间媒体拢伫咧长等赵天麟一个人，因为赵天麟原本伫咧昨下昼10:05分接受媒体访问，所以拢无看到伊个人。伫咧面册顶，则当强调会做伙完成总统和国会过半大局，为候选人变作是助选的志工，特别强调会做好国防外交立委的工作，包括这2天预算审查、捍卫监监国防预算，是伫咧保共战场做伙加油。民进党新国防预算发加去动员，等赵天麟接连续2天消息伫咧连线，佢个卖讲做外交国防立委的戏，到底是安怎熟悉这个中国籍小姐？协助伊来台湾了后，过当年赵天麟就加入国防外交委员会，防怀疑背后保单纯，两人甲他感觉伫咧联络，敢有泄露清楚，拢成做各界对查焦点。我不做这种评论啊，我跟各位讲啊，最近搞得纷纷扰扰，国防部只有一个期望，好事一桩。平和落幕。选战倒打胜七，表出婚外情的风波，万互原本要拼4连败赵天麟，前途无有去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